好歡迎大家收睇今集嘅 Campus TV。今日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廖 Sir 同我哋做呢個嘅訪問嘅。咁廖 Sir 可唔可以簡單介紹自己先？好啊。咁大家好啦，咁我係廖 Sir，咁全名係廖教啟，咁就係教歷史科、高中歷史科啦，同埋初中嘅通識科嘅。咁大家會喺603室會揾到我噶啦。咁就大家如果有咩對歷史科啊或者通識科有興趣嘅，咁可以揾我，咁我會分享嘅。對長天有咩印象啊？係一間男校啦，我揾到你哋嘅資料係，同埋就都屬於一間 Band 1嘅學校啦，應該就冇成績唔錯嘅，同埋喺運動方面都唔錯嘅。有咩評價？大家都好守規矩啦，亦都好踴躍嘅，然後亦都好有活力嘅，因為你哋運動都好嘛。咁同埋都見到同學都好精靈啦，喺課堂上面有好多嘅提問嘅，亦都對自己個嘅學業都好着緊嘅。咁就之前我就冇教過男校啦，或者單身嘅學校都冇嘅，第一次嚟到長天就係第一次教男校啦。咁俾我嘅感覺啊，大家直接啲咯，因為如果喺其他學校咁就有女同學啦，咁就未必個個都咁直接嘅，可能要用啲完全啲嘅方法同講嘢啦。呢度就唔係嘅，話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咁直接啲，唔需要咁多轉彎抹角。吃力嘅地方啊，見到大家嘅對學業都着緊啦。咁好多時候喺備課啊，或者喺你哋嘅功課上面咧，咁要花多少少嘅功夫去預備咯。做老師啊，當初就係有一位嘅，即係喺中學嗰時咧，有位老師咁就其實就對我好好嘅。嗰陣時又有唔識啦，我會問佢，佢會用佢課餘嘅時間嚟幫我啦。咁其實當初我就冇諗住真係因為咁樣而做老師嘅，跟住後嚟慢慢諗翻啦，好似做其他職業就比起做老師嚟講就冇咁多機會對人啦，冇咁多機會見到同學嘅成長喎，所以就為咗都覺得如果見到同學成長呢個過程係非常之開心嘅，就做老師嘅職業咯。比較難忘嘅經歷。如果喺長天，因為都係2個零月時間，都未見到太多嘅嘢喺度出現啦。咁希望將來有啦。如果其他學校嘅就主要就見到有啲同學原本初中就啱啱入到嚟嘅時候就有好多問題嘅，咁可能佢哋未必咁留心睇書啊，或者佢有好多行為嘅問題嘅。咁慢慢上到去大少少啦，咁佢原來發現咗佢有另外嗰邊嘅喎，咁佢係識得去多謝翻老師嘅，佢識得去為住佢自己做嗰個行為有啲檢討嘅。咁其實我見到同學嘅成長其實都唔錯。有咩興趣？我平時都中意行山啦、踩單車同埋跑步嘅。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可以放學啦，或者係課餘嘅時間約我一齊出去行到。學習有咩要訣啊？其實學習就真係冇咩秘訣可以俾到大家嘅，不過大家努力啲去學習啦。寄語就希望大家一方面努力學習啦，第二方面亦都享受你哋嘅學校生活咯。咁由初中嘅同學開始啦，初中嘅同學就慢慢適應翻學校嘅生活之餘咧，亦都享受你哋喺學校入邊讀初中學業冇咁大壓力嘅時光啦。而高中嘅同學，你哋嘅學業慢慢都已經要面對 DSE 啦，個壓力會大嘅。但係都不忘記佢哋喺中學呢段時間入邊，除咗讀書之外，仲有冇其他嘢你哋能夠攞得走咧？好，咁好多謝廖 Sir 今日接受我哋嘅訪問。咁亦都同學可以通過，希望同學可以通過今次嘅機會咧，進一步咁樣了解到廖 Sir。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我係護理系內部主席 5K1 嘅同學。咁今日咧好有幸可以邀請到新入職嘅老師同我哋接受討論。你先幫我介紹下。Hello， 大家好，咁我係小花，咁咧我就係教通識科嘅，咁主要教統一
中意嘅色，咁我自己大學 major 咧係色嘅。之前都有嚟過長篇實習，咁所以正式可以講話係第一次嚟長篇實習。因為我喺大學其實都識到一啲嘅師兄，其實俾我嘅印象係啲幾好嘅人啦，同埋打牌我會覺得長篇嘅其實都係比較單純，咁可能會多嘢講啲，但係我又覺得大家比較係一班單純啲嘅所以咁即係你覺得係由初中嘅時候啦，高中人我係之後講緊，因為我冇揀工作，所以我唔知講即係可能個淨係單純即係我試過喺其他學校實習，我覺得長嘅學生係都變咗，都係佢哋即係諗嘅比較直接，所以先會單純。教學校俾我嘅感覺咧，就係會特別熱鬧啦，咁同埋大家嘅 spirit 係唔同嘅。咁但係同一時間就正正係全部都係男仔啦，所以有陣時可能會粗魯啲啊，即係但係都係正常嘅，我覺得男校。咁同埋有陣時啲班房會就幾大，但係比較上大家都係。我覺得同學都係願意學嘅，但係有啲怕醜咯，即係有啲即係可能喺上課堂嘅時候，我會覺得同學仔可以隨便啲，即係可能會想我同少簡單，咁樣我覺得可以大家可以隨便啲，但係大家都係願意學。呢一個咧就樣，因為其實我自己本身係做到實習嘅，即係我有做過一啲工作。咁但係俾我嘅感覺咧，就係做其他工作嘅時候有陣時諗啦，其實為有啲乜嘢咧，即係目標好清晰，但係就即係喺自己迷茫嘅時候，就喺度諗啊，其實係咪老師先係你想做嘅？咁所以就重新諗都有啦，因為始終我自己嘅性格唔同，就我唔係寫學嘅。咁我自己會覺得，即係冇壓力嘅原因，其實係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做過學生，我都知道學生會有咩壓力。咁而我自己覺得教學嘅最好嘅方法，令到學生去了解或者明白件事咧，我又覺得我嘅呢個方法係冇人家想要嘅處理。其實我之前實習我有係男女校同女校一齊大學，咁嘅感覺就係即係 spirit 男校嘅 spirit 係會 strong 啲嘅，但係比較似上年有少少女仔嘅班房係會比較靜啲啦，即係同埋大家係即係 catch 我即係但係我會話上邊嘅學生同出面嘅學生好多其實大家都係但係可能個表達手法係我自己教唔出嚟，我自己係可以自己一個人我中意探索一啲新嘅事物啦。咁我覺得透過旅行可以有好多即係見到好多新嘅事物或者新嘅人物，咁我覺得自己會有好多。我會覺得中學嘅生活係好短嘅，大家可以好好咁珍惜呢段時間，同埋正係大家其實喺呢個階段我覺得呢啲確實好低嘅，咁所以就大家可以盡量多啲嘅嘗試啦，多啲去玩嘅，唔好淨係掛住打機，可以做多啲唔同嘅活動啊比賽，咁對你自己個人個他人或者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進步嘅，即係多啲參與幫我學校或者幫我自己。希望更多嘅長篇仔咧都可以更深入咁樣認識到啲新嘅文化、文字、教學史、教學方面嘅嘢。咁都好多謝你先接受我嘅訪問。